目前应该说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好像可能还没办法，我会不想起他。可爱的，走，来，这边小心小心。愿望是什么呢？好，那么吹蜡烛。哇！生日快乐，姐姐！谢谢。好。会不会在这个时刻特别想？会，当然是会，但是因为我现在是觉得，他已经就是去到一个很好的地方，那。因为最近因为那个主持的关系，所以就是也接受蛮多媒体的访问，然后大家就是还是会关心这件事情，就是很关心我的状态。那因为我自己是觉得他已经去很好的地方，所以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不要再打扰他。应该说我觉得除了我以外，就是还有可能大家。应该都会是在很多时候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，就会就是它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的，就是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，对，就是在很多时候，不管是我在工作中啊，或者是在家里啊，任何时刻，大家其实都会不会不想起他，对。现在身边有出现新的追求？真的是没有，这认真的，我发誓我没有说谎。对，这真的是好像就没有特别有对象。对啊。有意愿想要投入下一段感情？目前应该说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好像可能还没办法。是还没有准备好。对，还没有准备好。就是等我准备好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。还要再一阵。对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想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就是我会跟大家说，我准备好了，可以来追我喽。因为他们都传日文，就是很常看到什么结婚什么什么，就是因为我都是看一些汉字，对，就很常看到一些什么结婚啊，然后什么买什么，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在说在跟我求婚。对，我有人追，就是对日本的粉丝，对，是跟桃太郎交往。桃太郎就是日本男生哦，日本男生也可以啊，日本男生也不错，也可以，对，就是可以沟通的话，好像也蛮好的。等疫情还是等疫情开放以后，我就去日本找对象。应该蛮可以。不知道好像也不排斥啦，那如果疫情结束，最想要去的国家？疫情解除的话，目前我内心一直很想去看看的地方，可能是埃及吧。梦想国家，对，就是想要去看金字塔啊什么的。但是我也很想去日本，因为以前是，我们休赛季，我们冬天是休赛季嘛，以前是休赛季都一定会去，每一年的冬天我都一定会去，所以就是很久没去，很想念。